讲到昨下晡呢，这新北市发生民众去到违规所在生水所来渡水，经消人员去甲救，却造成3个人死亡，其中也包含2名消防人员。讲到这现阶段的消防能力、专业训练和制度，敢是有问题呢？也引起众人的讨论。 几名基层消防员组织行政院头前抗议，诉求政府检讨消防制度，全面落实执行法，专职化消防职务。当行政院官员出面接定情书了后，煞爆发激烈冲突。不满情书业官就是因为设备消防接到渡水事故，派人坐船落水找找，也毋过船艇未堪哩错漏的水流突然冰船，毋但算这查甫人死亡，搁较造成2名警消。第37岁吴文石宣告死亡了后，36岁张敬谦。 也传来不幸的消息，脑部的缺氧的时间太久，所以就是在呼气器的部分的话，就也没有自发性的呼吸。后续还是决议说，撤除为生，让张先生好走。 事故现场伫新北市新店广兴桥的水备河段，属于具风险水域，几啊位民众拢入去，算徛咧避船渡水，救援人员救援煞安尼不幸身亡。特色消防局表示，出勤人员全程有穿标准的装备，也受过专家错漏救生训练。不过第一线消防员讲，即摆的救援任务难度高，干那基础训练无一定有够。操作船艇是一件比较进阶的急流救生，那这一块的话，其实。 在我们现有消防员混杂的混编状态下，即使有少数的人，他也是散在各个分队，能够去的可能不一定是这方面专业的。这个涡流的产生之后，水是倒流到那个水花区的，好，所以人会被卷进去之后，穿救生衣反复浮上来，又卷下去。 参与搜救的警消来自无间分队，加至少5个人坐高架船，当下也只出动一只救生艇救援，引起消防人力不足，加欠 SOP 等讨论。不过消防局回应，为了争取黄金救援时间，指挥官将会先指派5个人组成第一梯次救援。警消同仁对危险水域的风险辨识跟应变，要不断去做强化。 这件搜救比较除了民众为发生水也好，为消防人力专业训练敢是充足，即卖制度敢有欠点，拢引起关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